歡迎收睇廣東麻雀頻道，呢度係硬頸版麻雀。今日呢期係長視頻，一共6鋪，差唔多鋪鋪都係2個紅中。繼續拆卡窿，嚟個紅中就叫胡，馬上搞掂，中8個，第2鋪。係得我冇白板跟，幾好，入個卡窿7萬嘅胡，點先可以摸到上家啲牌呢？終於嚟啦，中9個，第3鋪，呢鋪就起手2個紅中。我叫漏錯牌啊！錯失叫胡，碰9索叫胡，拖7萬，仲有3落筒，1到8筒，仲有5到9萬都可以食。第3個紅中搞掂，中10個，第4鋪。3萬都摸到，再入一張叫胡。OK， 依家叫胡1 4索，仲有4 7萬。趁早轉個對碰啦。
上家碰走咗我嘅5萬啊！多謝大家支持，中5個，第5鋪。好起來了！我想直接塞個9萬落嚟啊！嚟個4筒都得，叫胡。唔畀我摸牌，原來係咁，中6個，最後一鋪。呢鋪牌有13秒嘅潛質啊！但係都幾多對，唔做啦。仲差張有胡叫，點解我打咩都有人碰嘅？唔理啦，叫胡。即叫即摸，中8個，點讚接好運啦！